他呢只拿领印地个，就地梦里晒药灯，做平个切布么错咗呢个，然后呢，兄弟们我讲，更加济你晒药练习几块地方面呢，危害咗咩药，再记咗呢个切布落目标。跟埋人个生活了，一般般的跟了很不错个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